謝賢離世，謝霆霆首度回應，像柏之17年不說的真相，終於有人說了。香港的春日總是被濃霧籠罩，那種濕漉漉的灰白色把翁港兩岸的高樓都泡成了模糊的剪影，像是被誰用橡皮反覆擦拭過的鉛筆畫。謝賢的離世像一道突如其來的閃電，劈開了這座城市娛樂版圖上沉寂多年的烏雲。靈堂裏白菊如雪，挽聯低垂，那些曾經在膠片中與他並肩而立的故人們一一前來送別，腳步很輕，仿佛怕驚擾了那位永遠戴着墨鏡、永遠笑得玩世不恭的四哥最後的安眠。然而幾乎所有媒體的鏡頭都在那個角落停留得格外久一些，那裡放着一個素白的花籃，百合與桔梗錯落有致，緞帶上沒有署名，只寫着4個鋼筆字，永遠懷念。那是張柏芝送來的，他本人沒有出現。在隨後的3天裡，這4個字被翻來覆去地解讀了上千遍。有人說他到底算是心虛不敢露面，有人說他這是以退為進博取同情，更有人言之鑿鑿地分析那花籃的擺放位置，說明謝家根本不歡迎他。爭議像滾雪球般越嚟越大，直到1週之後，謝霆鋒的妹妹謝婷婷，那位幾乎已經退出公眾視野、隱居海外多年的謝家女人，突然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一段文字，配圖是一張像素模糊的老照片。照片裡，年輕的謝賢抱着尚在襁褓的謝婷婷，身旁站着面容清晰的張柏芝，她穿着碎花連衣裙，伸手輕輕逗弄着嬰人車裡年幼的謝霆鋒。4個人臉上都帶着那種不設防的、築於家庭內部才有的從慈笑意。謝婷婷的配文不長，卻像一把鑰匙，扭開了一把被鏽蝕了17年的鎖。爸爸臨走前，清醒的那幾分鐘裡，跟我說了一句話。他說：婷婷，我這輩子對得起觀眾，對得起朋友，唯獨對不起一個人。柏芝這個女仔，用17年時間教誨了我們全家，怎麼叫做沉默的尊嚴。有些真相不是不說，是說了也未必有人信。但爸爸說他信。我現在說出來，不是為了翻舊賬，是為了讓那個被解了17年的人，至少在有生之年看到一次公道。這段話發布後不足1小時，轉發量便衝破了10萬。評論勾從最初的立愕、懷疑，逐漸演變成了一種集體性的沉默，而後是鋪天蓋地的追問：像柏芝到底隱瞞了什麼？那17年的沉默之下，究竟埋藏着一個怎樣的女人？要解開這個謎團，或苦我們必須先卸下所有先入為主的濾鏡，回到那個最初的起點。像柏芝出道時不過18、19歲的年紀，一像混血人般深邃立體的面孔上還帶着沒褪乾淨的嬰兒肥，笑起嚟時眼睛彎成2道月牙，清澈得幾乎不像一個已經在娛樂圈摸爬滾打過幾年的女孩。她在喜劇之王你穿着學生制服回頭的那一幕，被定格為華語影史上最準真的瞬間之一，可很少有人注意到，那個角色裡的柳飄飄，本質上也是一個被生活拋嚟拋去，拼命想找住一點溫暖的小人物。像柏芝演活了柳飄飄，因為她骨子裡就住着那個沒有家的女孩。她的原生家庭像一隻被打碎的瓷盤，父親張仁勇沉迷賭博，欠下巨額外債後遠走他鄉，母親離過多次婚，性格強硬卻飄忽不定。她從小就在不同的親戚家連轉寄居，有時候醒嚟都分不清自己睡在哪張床上。她在後來的某次深度訪談中，被問及童年記憶時，沉默了很久，然後輕聲說：我小時候最羨慕別的小朋友，不是因為他們有玩具，是因為他們放學後知道往哪裡走。那個家字對我來說一直是一個填空題，我不知道該填什麼答案。這種深刻的存在性不安，塑造了他日後所有行為的底層邏輯。他極度渴望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牢不可破的家庭單元，渴望用自己的雙手把那個填空題填上最圓滿的答案。所以他25歲嫁給謝霆鋒時，那種毫不掩飾的狂喜是真實的，真實到他不顧所有經紀人的勸阻，在一場倉促簡陋的海邊婚禮上對着鏡頭大喊：我終於有家了。那個畫面在後來被無數人遺忘，
或者被輕蔑地解釋為戀愛腦上頭的衝動。可如果設身處地想一想，一個從小居無定所的女孩，忽然有了一枚戒指，一個男人，一個可以被稱為家的地址，那種山洪爆發般的喜悅，是完全符合邏輯的。婚後張柏芝幾乎以一種義無反顧的姿態退出了演藝圈的核心競爭圈，她推掉了所有需要長期駐組拍攝的戲約，拒絕了王家衛帶嚟的劇本，甚至放棄了進軍好萊塢的機會，只因為那些項目會讓她離開香港超過1個月。她在那段時間的採訪中說過一段後來被很多人嘲笑為沒出息的話：我未有怎麼事業心，我的事業就是我的家庭。我老公在外面拍戲辛苦，回來要有熱飯吃。我的孩子以後上學，我要每天親自接送。我覺得這才是女人最重要的工作。這種言論在當時的內地輿論環境中，被貼上了戀愛腦嬌妻格局小的標籤。但如果我們跳出那種非此即彼的價值評判框架，或許能看到一個更本質的東西。她在用自己的方式修復自己殘缺的童年。她沒有得到過穩定的家庭，所以她要把這個禮物加倍地、毫無保留地給予她的孩子。這是一種近乎動物本能般的互酬行為，談不上高尚，但也絕不該被嘲笑。她懷着 Lucas 的時候，每天雷打不動地寫孕期日記，記錄體重變化、胎動頻率，甚至自己的情緒波動。那種近乎偏執的細緻，後來被她整理成了一本厚厚的手冊，送給身邊剛懷孕的朋友。她對母親這個身份的投入程度，在娛樂圈裏是罕見的，甚至可以說是孤注一擲的。她把所有的籌碼都押在了家這張賭桌上，因為她輸不起第二次。然而命運在2008年給了她一記幾乎致命的悶棍。那些鋪天及地的照片，那些如刀子般的評論，那些半夜打來響一聲就掛斷的騷擾電話，把她從幸福人妻的神壇上硬生生曳下來，拖進了一個深不見底的泥潭。但在這場曠日持久的輿論風暴中，有一個細節被絕大多數人徹底忽略了。她從頭到尾沒有在公開場合指責過謝霆鋒一個字，沒有暗示過是丈夫不夠關心她或婚姻早已名存實亡之類的料。哪怕在最狗血的娛樂週刊拿出巨額酬勞引誘她做獨家專訪時，她依然守口如瓶。謝婷婷在長文中回憶了一件事，事發後大約半個月，她鼓起勇氣給張柏芝打了一個電話，本來準備了一肚子安慰的話，但電話接通的瞬間，張柏芝的聲音平靜得讓她意外。張柏芝說：婷婷，你不用安慰我，我沒事的。我現在唯一擔心的是，這些事情以後會被孩子們看到，他們長大了會怎麼想他們的媽媽？所以我想請你幫我一個忙，以後如果有人問你關於我的事，你就說你怎麼都不知道，讓他們慢慢忘掉我，忘掉這些亂七八糟的，讓我的孩子們在一個乾淨的環境裡長大。謝婷婷說她在電話那頭哭得說不出話，而張柏芝船在低聲笑着說：別哭了，哭多了眼睛會腫，明天你船要見人呢。那種在深淵邊緣依然試圖安慰旁人的溫柔，讓謝婷婷在多年後回想起來，依然覺得空口發悶。張柏芝後來帶着2個兒子遠走加拿大，表面上看是一種逃離，但更深層的動機，或許是她意識到，只有遠離那個被鏡頭和麥克風包圍的環境，她的孩子們才有可能擁有一個不被指指點點的童年。她犧牲了自己如日中天的事業，犧牲了所有熟悉的人脈和生活圈，去換一種可能，一種她的兒子們可以在超市裡被叫小朋友而不是張柏芝的兒子的可能。離婚聲明發出那天，媒體如禿就般聚集在她家樓下，等着捕捉她崩潰大哭的畫面。但她最終走出門時，戴着墨鏡，穿着簡潔的白襯衫，步伐穩定地上了保姆車，沒有任何誇張的表情。她後來的官方聲明只有短短幾行，措辭克制且體面，甚至感謝了謝霆鋒在婚姻中給予的溫暖。這種反應讓很多等着看互撕戲碼的媒體大失所望，甚至有人質疑她是不是在別大招。但那之後多年，她始終未有亮出所謂的大招。
他手裏明明握着足以左右輿論走向的底牌，卻一仗都沒打出來。他把所有的委屈和憤怒都咽回了肚子裏，轉化成日復一日對孩子們的陪伴和照料。他在加拿大的房子不大，但有一個種滿了花和蔬菜的後院。他每天早起給孩子們做便當，下午接他們放學，週末帶他們去湖邊騎自行車。那些被路人偷拍到的照片裡，他素面朝天，穿着寬鬆的衛衣，頭髮隨意地挽在腦後，臉上的細紋在陽光下清晰可見，但那種從慈的笑容是他在鎂光燈下從未展現過的。他佢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一些笨拙的日常，烤焦了的曲奇餅，被泥紙畫花了的牆壁，自己學着縫補卻針角歪斜的襯衫。這些零碎的不完美的生活切片，在過去的敘事框架裡被輕蔑地歸類為單襯馬馬肉慘營銷。可如果我們放下那種先入為主的惡意，他們不過是一個普通女人在認真生活的痕跡。他從來沒有主動向媒體兜售過自己的苦情，是媒體不斷地把他推向那個苦情女主角的位置，然後又反過來指責他過於苦情。而他對謝賢的態度更是一條貫穿了這17年的隱秘暗線，直到謝賢臨終前那句話被謝霆霆公開，才終於浮出水面。謝賢晚年身體狀況一直不太穩定，多次入院治療，港媒時有報道，卻極少有人拍到張柏芝出現在病房附近。但這不代表他缺席了。據謝霆霆回憶，張柏芝幾乎每周都會讓 Lucas 或者 Quintus 給爺爺打視頻電話，有時候兩個小家伙闖着說話，屏幕裡鬧作一團。謝賢就會戴着老花鏡，笑得滿臉摺紙。他旋佢親手做一些謝賢愛吃的菜，通過謝霆鋒的助理轉交過去，從不留名，從不邀功。謝賢有次私下跟老友喝酒時感慨：我那個前人識啊，比我親閨女還細心。他記得我血糖高，做的菜都不放糖，記得我失合不好，逢年過節送來的禮物永遠是護膝和暖寶寶。你說他圖雜麼？他雜麼都不圖，他就是心軟，看不得老人家孤零零的。這種超越恩怨的關懷，在娛樂圈的分辨始終幾乎是鳳毛麟角。大多數離異夫妻的家人之間，即便表面客氣，背後也是怨氣重生。但張柏芝用10幾年如一日的行動，把自己從前人式的身份裡解放出來，轉化為一種純粹的對長輩的敬重和愛護。他不張揚，不解釋，任由外界猜測他與謝家決裂，因為他心裡清楚，他做這些事不是為了給別人看的，而是為了讓自己心安。謝霆霆在長文裡旋提到了一個幾乎被所有人遺忘的細節：張柏芝和謝霆鋒離婚時，他主動放棄了謝家提供的巨額贍養費，只要求保留2個兒子的撫養權。當時有媒體猜測他獅子大開口要了天價數字，但事實是他不僅沒有多要，反而把自己名下的一套房產變現，作為孩子們未來的教育基金。他對謝家的律師說：我自己能賺錢，我不需要他們的錢，但我有一個條件，以後孩子們想去見爸爸，任何人都不能攔着。這個條件看似簡單，卻在現實中執行起來異常艱難。他要無數次壓制住自己內心的酸楚，在週末的早晨把兒子們打扮整齊，送到謝霆鋒助理的車上，然後自己一個人回到空蕩蕩的屋子裡，對着滿牆的照片發呆。他從不把這些畫面展示給外界，只有在給少數的深夜直播裡，他會無意中流露出一些疲態，說今天孩子們都不在家，感覺房子好大啊。然後很快又笑着岔開話題，開始介紹桌上的水果。這種隱忍是他性格中最堅硬也最易碎的部分。堅硬是因為他獨自扛下了所有，易碎是因為那種孤獨感隨時可能將他淹沒。但他選擇用瑣碎的日常把自己填滿，不給自己留太多傷感的空隙。而 Marcus 與謝霆鋒週6見面的照片，在謝霆霆發聲之後，被賦予了全新的解構維度。那個10歲的男孩背着恐龍圖案的書包，腳步輕快地走在父親身旁，兩人之間沒有那種離異家庭常見的尷尬和疏離，反而有一種安靜的、自然而然的親昵。
Marcus 的口罩上方露出彎彎的眼睛，謝霆鋒的手偶爾搭上他的肩膀，那種肢體語言是欺騙不了人的。一個長期被母親灌輸仇恨的孩子，不可能在父親面前展現出那種從前的不設防的狀態。這恰恰證明了像柏茲在過去的那些年裡，是真的把不阻攔父子相見的承諾踐行到了極致。他不僅沒有阻攔，很可能船在私下裡做了許多鼓勵和鋪墊的工作。他佢在Marcus睡前講關於爸爸的故事，佢告訴他爸爸佢做很好吃的牛排，下次見面你要不要嘗嘗？佢把謝霆鋒寄來的生日禮物包裝好放在Marcus的枕頭旁邊，用輕鬆的語氣說：你看，爸爸記得你的喜好呢。這些細節永遠不配被拍成照片登上頭條，但他們真實地發生在無數個普通的清晨和黃昏，發生在張柏芝繫着圍裙的廚房裡，發生在Marcus埋頭寫作業的書桌旁。這種潛移默化的正面引導，比任何公開聲明都更有說服力，因為它指向的不是公關策略，而是一個母親對孩子完整人格的深切關懷。她希望她的兒子能擁有一個不殘缺的、不扭曲的、健康的父子關係，哪怕這意味着他自己要咽下更多的委屈。當然，這並不意味着張柏芝是一個毫無缺陷的完人。他依然佢在綜藝裡偶爾失言，佢在直播中前言不搭後語，佢被拍到在機場因為小事跟工作人混餐汁。他的情緒控制能力確實不如那些訓練有素的公關型藝人。他佢在感動時哭得妝容全花，佢在生氣時當場黑臉。這些不夠圓滑、不夠得體的瞬間，構成了他性格中最真實但也最容易招黑的部分。然而恰恰是這些不完美，讓他那些堅韌如克制的時刻顯得更加可貴。他不是天生的聖人，他只是一個在命運的大浪中不斷撐水，又不斷撲騰着把頭露出水面的普通人。他撐水的時候樣子很狼狽，他的泳姿不夠標準，但他在無數個浪頭打過來時，始終未有放棄把身邊的3個孩子托舉到更高的地方。這種母性的力量，並不因為他的不完美而減損分毫，相反，他因為那些裂痕而顯得更加真實和動人。謝賢的離世，像一陣吹散濃霧的大風，讓許多被遮蔽多年的輪廓重新變得清晰。謝婷婷之所以選擇在那個時間點開口，或許是因為他意識到，如果他再不說，那些關於張柏芝的誤解將會隨着謝賢的離去而被永遠釘在歷史的版面上，成為磨人更正的謬誤。他說：我爸爸走之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這件事。他總覺得柏芝受了這麼多年的委屈，而他們這家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替他說一句公道話。他讓我一定要找個機會說出來，不是為了幫他洗白雜麼？他不需要洗白，他本來就不黑，只是為了讓那些罵過他的人知道，他們罵的那個人，其實在背後默默地做了很多他們看不見的好事。這段話在網絡上激起了巨大的迴響，那些曾經以罪惡意取測張柏芝的評論者，開始重新翻閱他這些年的社交賬號，試圖從那些被自己忽略的碎片中尋找蛛絲馬跡。他們發現張柏芝其實很少主動提及過去的傷痛，他的文字裡最多的是關於孩子的成長，關於菜譜的改良，關於陽台上的花開了又謝。他在鏡頭前掉眼淚的次數，遠不如那些營銷號剪輯出來的合集所呈現的那麼頻繁。大部分時候，他都在笑，笑得很用力，也很真誠。那種笑容或許帶着一絲疲憊，但絕對不是虛假的。一個能在經歷了如此多風暴之後，依然保持對生活的熱忱和對他人的善意的人，內心必然有一片我們無法想象的廣闊之地。Marcus 在那個週末的陽光下走向父親的輕盈腳步，如今看來，成了那片廣闊之地裡開出的一朵最溫柔的花。他證明了張柏芝這17年的沉默與隱忍未有白費，證明了他的選擇是對的。他沒有把仇恨的種子播撒在孩子們的心裡，而是用愛和寬容澆灌出了一片可以讓孩子們自由奔跑的草原。那個10歲的孩子雖不懂成人世界的複雜，但他本能地選擇了靠近溫暖，靠近那個願意蹲下來與他平視的男人。這個選擇本身
就是對象柏茲這些年教育方式最無聲卻最有力的背書。他用自己的行動向所有人展示了什麼叫做真正的認真對待，不是用眼淚綁架孩子的情感，不是用利益衡量每一段關係，而是把所有的得失咽進肚子裡，把完整的不摻雜怨恨的愛原原本本地傳遞到下一代的手中。如今謝賢已經入土為安，謝家與象柏茲之間那段跨越了17年的恩怨糾葛，也終於在一句對不起和一句謝謝之中畫上了一個致道的句號。但我們這些旁觀者的反思或許才剛剛開始。我們是否曾經在完全不了解真相的情況下，就對一個素未謀面的人下了最惡毒的判詞？我們是否曾把別人的痛苦當作茶餘飯後的消遣，卻從未想過那些輕飄飄的評論會對當事人造成怎樣的二次傷害？謝婷婷的終於說了，與其說是一個瓜的忠烈，不如說是一面鏡子，照出了我們每個人心底那種難以克制的窺探欲和審判欲。象柏茲用17年的沉默告訴我們，有些事情不需要解釋，時間會給出答案。而 Marcus 用那一個周六的選擇告訴我們，孩子的眼睛是最清澈的。他們看得見誰在真誠地付出，誰在認真地對待。在這個信息爆炸、反轉比真相船快的時代，我們或許永遠無法抵達那個絕對客觀的真實，但我們可以選擇一種更友善、更克制的觀望姿態。對公眾人物私生活的過度窺探，本質上是一種越界，而那些被我們反覆咀嚼的猛料，背後往往是真實人生的破碎與重建。象柏茲的故事提醒我們，在缺乏確鑿證據之前，保持沉默是一種教養，而願意在真相浮出水面後承認自己曾經的偏見，則是一種勇氣。謝賢在彌留之際終於說出了那份壓在心底多年的歉意。謝婷婷替父親完成了這個致來的交代，而我們這些散落在網絡各端的看客，或許也該從這場漫長的圍觀中學到些什麼，學會把目光從別人的傷口上移開，學會在鍵盤面前多停讀3秒鐘，學會承認我們對他人人生的了解，永遠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那一角。Marcus 已經10歲了，他會繼續長大，佢看到這些文字，佢漸漸明白自己的母親曾經歷過什麼。到那時，希望他看到的不只有喧囂黃解，船有這場風波最終沉澱下來的關於善意與寬容的回聲。那回聲很輕，卻足夠穿過歲月，抵達他每一個困惑的夜晚。